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大家平安。已经伫全世界97个城市巡回举办超过175场的飞行日赛事。2022年9月第一届来到台湾举办，200多个来自全台湾各地好手发挥创意，打造无动力飞行器，你共一场来拼输赢，看者飞了上远，飞了上有创意。 参赛的队伍当中，有平均年龄超过70岁不老鸟人，有守护全民安全的消防弟兄，也佫有研究火箭发射技术的少年的科学家。上尾啊，是啥物人摕下冠军呢？比赛的背后，挑战梦想的过程，咱做伙来看。开始推了！啊，完蛋！去哪了？若一对心，你会安怎飞？ 起飞喽！究竟有没有办法飞得很远呢？都很快！哇塞！这飞行距离是超乎我想象的。还有说15世纪初期，意大利发明家达文西打造出有史以来头一台飞行器。数百年来，人类一直有飞行梦，希望飞更较远，冲更较远。准备起飞，有机会吗？2022 9月，捌伫全世界97个都市巡回飞行日的比赛，头一摆伫台湾举行。这选手单头迎风，勇敢追梦，因是梦想的飞行家。周末的过道40岁室内设计师陈碧君，才有志挑战无可能的任务，用手做无人机。 我们现在做那个机翼的末端，就是它可以形成它的导流不会乱飘，对，所以它会让它往上翘一点。哦，因为我本身室内设计啊，所以对结构会比较清楚。结构我们也是上网查了很多一些做法，对，因为毕竟本身不是造飞机的，对。 规片宝贝房啊，套塑胶管，这台名叫做飞轮海龟的飞行器，结构看起来真简单，但我所在热情甲创意，动力无限。对啊，对。OK， 好，这个是我们现在飞行器，因为我们是那个飞轮海龟，所以这是我们的龟壳。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把这个龟壳放在这个布上面之后，把它包上来，然后它就可以形成这个海龟龟壳的布面。 龟壳是一个立体的，就是我们会想要那个龟壳是有一个那种六角形的立面，所以就是我们在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布的立面都撑好。我们队伍名称叫蓝洋不输鬼，这个不输鬼的话有几个意涵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次飞除了好玩之外，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飞得远，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输，我们有一个想要赢的心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结合了一些去环保的议题，不输也是一个谐音，就是塑胶的塑。 很多人在以前看了一个影片，就是有海龟被抓起来的时候，它鼻孔上插了一个塑胶的吸管。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哎，这个跟海龟跟环保之间其实有个很强的连结，所以我们才想要用海龟这个动物的意象来参赛。热情的飞行计划结合环保议题，袂使无的海洋废弃物是由队员David亲身落海去找。我的角色应该是提供比较 crazy的一些 idea， 那我们就想说，哎，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呢，也可以提升说大家对大环境的这个 awareness。 这些是和平岛的水里面，深水里面，差不多12米左右的那个地方捡起来的。海里面也捡到卡车的大轮胎，30、40公斤的大轮胎。我们还要特别的用一些气瓶把它充气，用气球把它撑起来，然后再把它推100几公尺，把它推上岸。
所以有很多想象不到的，比如说有些是什么，这不知道什么汤匙，像我们常见的啊，就是这些钓鱼的一些器材，然后还有这种很大的那种瓶罐。其实这种塑胶类是特别伤害我们的大海的，因为它是不会自然的不会分解，它只会变成很小很小的 microplastic。一台飞行器，5个少年人以热情做串联，创意拢无限制。我比较是属于装饰组吧，木头或者金属类的东西，这个我比较不在行，对，所以我就是负责像这个龟壳，把这个布包起来，就是做一些比较裁缝类的。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多元，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很 chill 的，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团员的个性其实都很 chill 了。生活就不只是工作跟玩乐，我们还可以真的一起跟朋友间有一个共同的题目，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做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超酷的。好，各位，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这一次主要是龟壳还有记忆整个那个风筝布包覆的方式。作品敢会当完成，我可是团队合作，飞行员敢若一个名，这需要真大的勇气。是什么人负责来飞，交予命运来决定。抽到 pilot 的人，就是当天就要上飞行器飞喽。对 ，OK。好紧张啊！飞行一起抽，没错，直接抽。要一起亮吗？摊开给大家看哦。2、1，开！我抽到 pilot。就是你！密上，快乐！其他人对这个结果满意吗？非常满意。我相信米歇尔一定可以。要飞得高，飞得远，一定要最轻的。这个 great job man。Perfect。没错。可恶。你很哀怨吗？这就是命运。镜头来到60公里外阳明高台前瞻飞船研究中心，一阵边境较无25岁研究生正发挥因的专长，探索唔知影的领域。因为我们刚才发现水管它的刚性不太够，所以我们现在要绑一根绳子，然后增加它一点那个往上的预力，这样子。再1、2、3，好，应该有了。长4公尺、宽将近2公尺的大型机室，无论是造型、耐用度以及上关键的飞行能力，拢是经过科学数据精心设计。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很短的跑道内我们就要起飞，所以当时候有在计算的时候，就是我在那个跑一个模拟，然后去算说1展9米的时候的那个升力，这样子是算起来是刚刚好可以飞得最远的。插入零件一栏这里，然后中心距离改成最大距离，这里。有没有一个可以这边撑的？对，就是我要可以啊。可是我觉得会有危险，直接坐在水管上。一开始的话，我们不知道机翼的那些参数要怎么去选择，然后还有当然它加工的时候，它里面的一些材料也是就是材料的那个结构够不够强，也是我们一些困难点之一。因为我们团队本身组成是大家都是在同一研究室，那我们就是阿格前瞻火箭研究中心的号召几位同学这样子。飞机跟火箭某一些程度上也有蛮大的类似的地方，那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专业跟经验啦，所以这个过程相对上我相信应该是比其他队伍都还要容易一些、快速一些的。好，我们要稍微把我们的翼抬起来，然后做一点施加一点应力，然后看它的变形状况，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调整。好，放。还行哎，没有什么变形。对啊。为什么喜欢飞行这件事情？因为人类没有翅膀啊，所以对于飞行来讲，原本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如果
用一些工具去做到的话，这不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吗？ 2022年7月，台湾头一支混合式类卫星载具火箭，伫屏东北海发射成功，火箭直冲天顶，代表台湾自主卫星技术向前迈进。当时火箭都是由这群少年的科学家合作完成有史以来头一摆。其实小时候梦想是飞行员啊，然后但是因为近视，所以没办法，所以呢就是。 但是因为喜欢飞机，所以就想说能够当飞行工程师。最近的话，台湾的太空产业正在发展，那希望就是说能够借由透过我们这样子参加 Rebel 活动，让大众更知道，就是台湾有这样一群人在努力的在研发火箭，然后希望让台湾能够有一天能够将自己的卫星给送上太空。 团队中的分任务是以23岁单主任，伊读清大动力机械工程所2年级。 大学3年迄一年，伊为超过200外竞争者胜出去到澳洲进入赛车界最高电长 F1 车队实习。印象最深刻，其实就跟我工作内容有关，就是车辆动态模拟那部分，细到像什么轮胎皮的模型、轮胎温度模型、刹车温度模型，每一个参数、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要实际去做很多实验去验证，然后得到这些数据。那所以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车辆的细节的讲究。 大家的兴趣做好玩，但是也是要认真的去玩。希望让这种活动去把这些观念跟想法，跟追逐梦想的这些热忱，去带给更多人。那希望他们可以加入。 2022年9月，全台湾超过43个队伍、几万的观众集中伫台东港，准备要迎接历史性的时刻。阿可，我们集合一下哦。11点的时候他们要评分。那在那个之前，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做？好，喷漆，然后你们2个要贴，把 logo 贴起来。 飞行器敢会当顺利升空，前瞻火箭团队把时间做最后的确认。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跟火箭很像，就是我们做火箭都只有一次的发射机会。那在按下发射按钮之前，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火箭会怎么飞。可以跟大家一起这样疯狂的做一件很无意义的事情，是从小到大都很想要这样做，很高兴可以在研究所这段时间有这样一群的朋友，在实验室一群朋友跟同学，我们可以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做这样子的一架飞机，这样，来吧，一起来，知道口号都记得哈。好，预备，1、2、3 ，ARC 飞上天。比赛另外一边，南洋不输鬼团队斗志同款真悬。南洋不输鬼集合。来，今天成败就看今天了。我们花了6个礼拜做了这只海龟，今天到底能不能破 Chicken Whisper 的记录，就看今天。对，大家 have fun。我们人生应该只有这一次机会可以享受这样的过程了。Yes， 好不好？好。 3、2、1，南洋不输鬼 ，Go！ 3、2、1，南洋不输鬼 ，Go！ 集中创意甲热情的心血结晶，做飞行器真功夫，上台就知。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起飞呢？加油！飞出去！现在请举起你的分数，7分、7分、7分、6分、7分。准备好就出发吧！飞轮海龟，飞轮。 等下，怎么多了一个人下去了？而且怎么有点大声啊？怎么有点大声？还好吧？李老师，我们这边看到的是8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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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8分。有飞行梦的人，无分查甫查某，无限年岁。我今年80岁，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一直持续不断的追求这种飞行梦想。好，6、3，加油，加油，加油！欢迎欢迎！ 加
到底什么人会使摕到上磅飞行旗的外号？最后名叫做头家一粒空肉挂包，无人淹水飞卖队伍，以飞行32.75公尺摕到冠军。喂，99910。参数唔知影世界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这阵梦想飞行家由勇气领航以坚持为动力，和无底底的创意摆出地心引力，飞向宇宙，浩瀚无边。